好，咁今次其實咧就原本都冇諗住再拍呢段片或者片段出嚟啦。咁但係其實睇完嗰場法國對英格蘭，真係覺得我都需要真係絕對要支持一下講一下。咁啊，另外首先就係講翻啦，上半場其實英格蘭領先到4-0，其實你點估到法國上半場竟然可以輸緊4球？咁但係你都諗緊法國，唉4球你都冇乜機會追啦。估唔到跟住臨尾即係你估唔到會繼續去即係可能只係諗破蛋啊或者贏啦。咁但係你估唔到原來臨尾嘅時候，竟然入一球追一球，一路俾法國其實追到去最接近嘅紀錄嘅時候係4-3啦。咁但係跟住又喺法國時候犯天條啦，咁啊變咗俾英格蘭得到個12碼，咁啊再次領先5-3啦。咁法國亦都全部未放棄嘅，竟然去到5-4，唔係4-5啦，法國去英格蘭。咁但係最尾結果諗住即係仲有冇機會去追和或者再加時12碼嘅情況之下，咁臨尾就最尾俾比寧咸入多一球啦。咁結果法國就輸4-6啦。咁亦都講翻啦，其實喺歷史上世界盃其實都冇乜試過咁大嘅咁多入球啦，唔係比數，但係其實話比數嘅其實4-6係最大入球啦。咁但係其實你話係咪真係最大嘅比數？其實相差2球又唔係喎。咁其實揾翻記錄之後呢，其實講翻原來最接近嘅喺1994年嘅季軍戰，其實喺瑞典對保加利亞其實都係贏緊，瑞典係贏緊4-0，咁其實領先4球你都唔係少啦。咁跟住其他嗰啲決賽啊，喺58年同70年咧都係有大比數，不過啲太耐唔講啦。咁喺98年嘅時候，巴西都其實法國對巴西嘅時候，巴西當然係都最衛冕嘅情況之下，竟然俾法國贏3-0啦。咁其實呢個亦都係最經典嘅，都係當年最大嘅爆冷啦。咁另外其他嗰啲譬如之前球隊其實你去到7-1啊、16強、8強，你18-0啊或者7-1啊，甚至10-1都有試過。咁但係絕對就唔係去到季軍賽或者係冠軍決賽呢啲階段咯。咁我覺得另外講翻啦，即係好明顯啲稻草，即係我都唔知係佢係吸收教訓驚俾人鬧啊定？即係你如果你好似上場咁踢到上半場，上一次對阿根廷嘅時候，點解你唔會咁樣去踢呢？即係你今場你又唔換翻上次咁嘅手出嚟，你上半場已經領先緊4-0，你下半場你唔守，即係你去到50-60分鐘嘅時候，你上半下領先咁多球，你又唔講翻去，好似上一場咁換晒啲手勢出嚟。你上一場夠膽講你換5-6個後衞出嚟守嘅時候，同我講你係踢進攻足球，你今場先要真真正正踢翻一個正式嘅英格蘭水準嘅足球咯。咁啊，今晚再睇下決賽西班牙對阿根廷，睇下邊隊贏啦。